网络不顺啊，那个声音都断断续续不清楚。愿将此功德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。恳靠请示弥勒祖师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。网络不顺啊，声音不清楚，不完整。有福报都要珍惜啊，得来不易啊。丹纳斯台风7月7号凌晨登陆了。那个台湾南部地区重创了，连嘉义新村啊，那个都有三座电塔都被折断，电线断倒地哈，整路的沿路电线杆都倒地了。还有台南地区、新营地区，有的学校的大菩提树都倒了。好多地方大树都倒。然后到了中国大陆也是造成那个广东还是江西、重庆一些灾情。今天7月10号了，你看那台风多么可怕，要赶快求到德山宝训，拯救灵性啊！有形世界的成住外空啊，生住异昧啊！要去拯救灵性啊！名师之殿要赶快得三宝，现在有三朝普渡，要赶快得名师之殿啊！